2009年，客家新闻杂志采访的记事节已经成立了13年的上飞事故村。3年过后，我们计划再过去采访。联络之前，记者函提集团也同天花为项目呢。其天花大过去团长刘乾刚，佢有精神的讲，演出一直就冇停过。表演的为2000场，含加为2出新戏出，加埋嘅新的10批也到。采访建议，虽然太热落到比比波波，不过事故村还提专业演出，全部受到影响。我用表演来展现年从19练出来的态度同坚持。暗午头7點半呢，南莊東村社區活動中心陸續來機械大大細細新人呢，最細請國小4、5年生。調皮嘅記嘅提高了，冇就係叫我提角頭打嘴鼓，按呀嘅用含鬼氣咯。唔過時間一到，真是一拿出來一條聲音呢，等等就變作為專業嘅打掌鼓嘅人。注意碎骨是下沉哦，脚步下沉哦，2、4、5。真專心嘅睇堂頂教練嘅指頭全敢拍睇。动作手势有做到，但是你们眼睛看错地方。就算練到混流馬落，你的動作模式侬要做到準。就你一演完之後的事，我很累，就是這樣子了，沒辦法了。你想觀眾會感動嗎？睇上比事故村，除咗要教新人呢用嘅來打鼓，還那重要係要教技能、做人做事的態度。鼓可以打得不好，但是你面對同袍的時候，你那個態度要很好。做事情都會先想前因後果，然後做錯事情也會勇於承認之類的。下壓，手伸長，把背揮開，手背撇開，刷。政府兩兄弟64歲就加入嘅事故村，5年來中南南中來去，就係為到愛練打鼓。不過今年3次都練到1星期1天。我們第一次來看的時候，爸爸說他們收東西的時候，就是會幫忙收東西，然後看起來很好。爸爸就說讓我們來打，可是條件是你必須要考90分以上，然後每天都要看書。都冇簡單得到入團練鼓嘅機會，仲收劇，禮拜來6年多請認真。認真，然後就聽，然後把它記起來，下次做對了，哥就不會罵我們。不要放，態度一樣要跟下去，好不好？就是馬步下壓的時候，那個氣勢就要出現了。南莊遊客中心的廣場前，一條事故村的團員同睇為演出做準備，正要演出就變天呢。大家新冠度就睇團，做得照常演出麼？40分鐘的演出，我們孩子們照常一個。下晝2點，團長講照常演出，表演就開始嘅，因為也係一種對觀眾負責的態度。那我們總是覺得要有始有終，我們能演的部分呢，我們就盡量的表現出來，給觀眾感受到。我們也跟孩子教育到說，我們在演出的時候呢，不能因為不能演，我們就不要演，這不是我們學習做人的態度。對每一場嘅演出，能當地好想對民國98年到以下有經過嘅10年嘅風雨，事故村在國內外已經演出嘅將近2000場，嘛搞出嚟很好嘅成績。104年喺高雄全國鼓術比賽得到創意戰鼓組嘅第3名，107年花蓮鼓王爭霸得到嘅沙飛組嘅第4名，學生組嘅第2名。落個睇鼓面腔，聽鼓棍起起落落，夾出來嘅水花一定漲。就像上比事故村對民國85年成立到以下，就係因為經過嘅很多嘅風風雨雨，才會有今日很好嘅成績。90年之後呢，就是非常的一個很失望到極點了，因為學生都掉了一大半不見了，都是被其他的團隊吸收走了。也承蒙我們南莊國小的黃校長呢，幫我們開了一個叫民俗體育的課，民國90年到100年。我在學校裡真正待了10年，我們100年校長的一個政策改革的轉向，我們就整個的撤出學校，
以为是我们的这个团准备要结束了。我哋廖乾監喺東村嘅沙期發動中心尋到嘅練習嘅地方，事故村張作地繼續下去。100年從國校離家出走到現在呢，我發現呢，真的是峰回路轉，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，找到了好點。除咗為事故村整體演出嘅舞台，廖乾監嘛俾每一個成員呢有雙重嘅機會。坐冷板凳的感覺，那個無助、冷漠的眼神，這我都覺得很心疼。大家都一起很熱情來這邊表演，他沒有道理，他不能上場。而落到波波館，成員嘅演出還係真有精神，觀眾嘛看到唔會盡演，強定仔睇看。唔過做家長嘅會唔判定麼呢？我倒是覺得還好，因為我覺得其他人都可以這樣，我們孩子也是可以跟着一起這樣，沒有關係。64嘅廖乾監早就冇嘅當時嘅體力咧，支持佢繼續搞下去嘅力量，係觀眾嘅熱情，還有成員嘅期待。那不成團的時候呢，那孩子們怎麼辦？因為這些孩子們都是自己來報名，不是我去要求他們來表演的。孩子們的興致在這裡，所以呢，孩子們當喜歡的時候呢，總是想要幫他找一點舞台，給他們去盡情發揮。面對未來下一個10年係哪一個項目？廖乾監講，所以成員嘅上一代，佢聽錯會繼續下去。